阁有一个学者叫李毅，伊找到伊申请观光的名义来台湾，不过过刚就发表以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，危害到国安，甚至阁听讲伊要伫拜六到台中参加和平统一游行，阁要演讲。移民署认为讲伊违反规定，将废止伊的入境许可，要求伊爱随出境。要么李毅呢，捌失联，一直到今日透早，移民署人员才伫南投德山一间民宿找到人，伫今日早起7点外，请伊离开台湾。 要你4月11日可以啊 ，OK 啊，出境，我就马上就出，一会儿就走。马上你。坐伫以下是主张武力统一台湾的中国学者李毅，伊申请来台湾观光，不过有说一时失去联络。12日透早伫南投这间民宿被移民署找到，要求伊马上出境。伊拖着行李箱啊，准备搭机，被强制出境。伊讲无人通知我。有没有通知你现任出境？没有人通知我，我今天是从玉山上下来。 伊主张武力统一台湾，甚至也伫中国一场演讲中谈论武力侵台。我们现在武统台湾很容易，打烂台湾很容易，重建台湾很容易，在台湾想干什么都非常容易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。李毅4月初9以观光的名义申请来台，所传出讲13要参加台中市和平统一游行，而且阁要演讲。伊讲伊完全唔知有这款行动。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，就依照许可办法第16条的规定，废止其入境证，并限令出境。移民署认为李毅过去有几下次发表武力统一的言论，有危害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的疑虑，当机立断，马上将伊强制出境。李毅嘛伫12日早7点25分搭机离开台湾，前往香港，而且被列做是无受欢迎人士，未来嘛更较严格被管制入境。